后来天气真热，带囡仔出门都要真注意。有一对外国的翁仔某到台中找朋友，妈妈发现坐伫婴仔车的坐外后生冷烧烧，规身躯烧烫烫，两翁仔某活要惊死。加在当时有护理师甲年母在场，护理师判断是着沙，就甲年母两个人摕冷水甲淋，摕湿棉巾甲擦，帮囡仔来降温，续来赶紧来送病院。加在囡仔平安无代志。小儿科的医师讲，3岁以下囡仔真会去逼到，第一时间若无处理好势，严重者是会无命。一对外国夫妻入婴儿车买物件，妈妈发现这婴儿车内面一岁怀后生甲怪怪，规身躯软糊糊、骨烧烧，面色翻白，目睭刻刻。爸爸赶紧甲后生抱去长岛的所在，衫啊甲尿珠啊拢甲烫掉。现场拄好有人是护理师，嘛有人是年母。赶紧挖去帮忙。我是有摸了他的手一下，蛮烫的。把手放到他的嘴里亲一亲，有没有异物？然后没有异物，他马上就说是中暑。护理师第一时间判断囡仔应该着沙，赶紧摕冷水来，一直向囡仔身上泼。年母嘛摕湿棉巾向囡仔骹手一直擦，还佫有人一直帮囡仔下风。当下我有听到他那个小 baby 就有很痛苦的呻吟的声音。囡仔醒啊，救护车嘛来啊，爸爸紧甲抱去救护车，我甲再送病院检查了后，无要紧。尽量想办法把它温度降下来，因为温度降下来的部分就是可以尽量避免它进入恒温肌溶解的那个状态。医师讲，3岁以下囡仔皮表面积大，水分散失紧，身体调节功能无成熟。台湾热天气温高，一定要避免长时间晒日头，唔通穿伤济，通风环境爱好。在推车里面的情形，其实蛮容易会因为局部的空气对流不是那么好，或者是离地面的高度，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小朋友所在的局部温度，其实是相对高的。好在这对外国夫妻发现囡仔掉出来的时阵，有专业的护理师甲年母斗3工，用正确的处理方式帮忙囡仔降温，解除危机。